后来继续来到台中西屯一条巷啊，昨暝9点外有一台黑色的轿车，就看到巡逻的警车马上挖库要走，警察感觉怪怪，就要甲砸落来临检。结果驾驶是挖库乌白弄了后来绕跑，甲路边44台的机车甲轿车弄害。5点前后，警方伫个婚林的口湖，甲这个46岁嫌犯抓起来。 接大电警察将这台白色的轿车包围，各赛车将路拢踢死。下车！熄火了！下车！熄火了！下车！趴下！过来警察也警棍卡挡风玻璃，甲驾驶座窗仔门，驾驶风拖落车，互警察逮捕。派遮侪警察伫婚林的口湖抓人，都是因为防抓这个46岁姓林嫌犯，伫5点钟前驶一台黑色轿车，伫台中西屯区这条巷啊，撞着警察心虚逃走，先把库去弄路边学倒摆。晚警骑车八甲种，一个把库想要逃走，结果去弄到路边灰痕，装啊甲落柜涂骹，佮敢若想要冲弄警察，警察将伊的路拢挡死。 伊第3摆把库，即个将规排汽机车拢弄歹。迄个人警察咧个追伊弄的啦。阿嬷当时就坐踮路边，看嫌犯车驶的乌白龙，附近的居民听到声音，马拢走出来看。我以为是飙车族这样子，窗户外面你看，整台车子都倒了啊！这台我的。 啊，当时你们有听到声音吗？有啊，有听到很大声。我现在已经都全倒了。机车轰弄歹，机车很高价，修理费都爱上班。 警方统计，嫌犯拢总弄歹7台轿车，甲37台学倒摆。伊家己驶迄台黑色轿车，也弄甲未细节，归去将车单里做移走。离性驾驶畏罪拒检，并于途中擦撞多部汽机车后，汽车逃逸，最终在云林口湖乡一带查获离情行踪，依法逮捕。嫌犯一路走到婚林的口湖，换驶另外一台白色轿车。警方5点钟后，就甲伊压制逮捕。 原来伊是一个毒品的通缉犯，车顶也有敢若是毒品不明的粉包，才会看到警察的心虚。小连续弄歹44台车，妨依照毒品、公共危险、妨害公务、毁损的罪嫌，移送警班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